有一日在繁忙的城市裏，有一位叫阿華的後生仔，因為他一場交通意外需要坐輪椅。雖然他喺生活當中面對唔同嘅挑戰，但他阿華總是充滿一個勇氣，而且努力地克服呢啲唔同嘅困難。有一日，阿華加咗一位朋友嘅生日派對，之後他提前查巴士嘅時間，心裏充滿期待。然後巴士就來到車站啦，突然車廂發現輪椅設施有人幫咗，巴士的斜路太斜啦，他一開始就感到沮喪，跟住他好想放棄。有一位路過的好心人留意到他的困難，就主動去幫助他。於是拉着輪椅，輕輕地將他推上斜坡。他感謝地心中感到溫暖。巴士又來到啦，當他小華試圖上車，他發現的升降巴士有故障，機就立即去檢查同埋維修，而周圍的乘客就開始焦急，他的心情變得很沉重啊！錯過了啦，他擔心自己錯過的聚會。即使喺呢個時候，突然間有一位乘客站出來，不如我哋提議幫佢啊！最後大家都好努力，一齊推上呢架輪椅巴士上車。雖然路程很艱難，大家都好團結，讓阿華感到無比感動。終於阿華成功上巴士啦，終於找到一位合適嘅座位。他和旁邊的乘客聊天，分享彼此的故事，氣氛十分愉快，變得阿華深深體會到，雖然在生活中有困難，總是會有願意的人會伸出援。當巴士到咗目的地，最後阿華感謝他的所有人幫過佢嘅人，並且他在心中默默立下決心，未來他也成為別人的支持，讓更多有輪椅人士感到社會的溫暖。喺今次嘅經歷，阿華更加堅定自己嘅信念，即使去面對困難，只要有愛與支持，就一定找到解決的方法。